来看最近这个疫情，搁来亮起来。加在已经开放后，18岁到49岁大人嘛会当来注次世代的莫德纳疫苗。双北市也就是台北市、新北市，这2天已经开放注文，后礼拜就要开始注咯。这个确诊病例来增加，再加上天气反凉冷，流行感冒的病毒搁开始咧作乱。小儿科的医师吴昌廷讲，最近有袂少囡仔拢是伫个确诊。恢复健康了后的1礼拜到2礼拜内，搁来出现着呼吸道的症状。讲恐惊这就是医界伫讲的新冠病毒的镜头反弹。国内疫情出现反弹，这几天无共，小儿科医师吴昌廷来破文提醒，就含急诊嘛出现反弹现象。小儿科医师吴昌廷讲，最近离科急诊的病人真正多，而且有真侪囡仔拢是伫咧确诊康复了后，7天到15天，佫一摆出现发烧、咳嗽，或者是别种呼吸道镜头，这可能就是 COVID 的反弹。因为根据美国 CDC 的资料，几6百个新冠肺炎的患者内底，27%会伫咧镜头改善了后，佫出现镜头，这就叫做镜头反弹。12%是伫咧采验后，佫一摆复阳，还有少数患者当时镜头和病毒拢出现反弹的状况。不过，毛医师安尼讲，这个其实是要做详细的检查哈。理论上你要看你第一次感染的病毒株跟反弹的病毒株是不是同一株，同一株那当然就是反弹，不同株它其实是新感染。如果它的 CD 值是很低，代表病毒量很高的时候呢，你还是要把它当做一次感染来处理了。不过，不管敢是定感染，疫情也未跌落来，唯一的解放就是注预防针。随指挥中心宣布放令18岁到49岁大人来注次世代莫德纳。台北市昨开始开放登记，新北市是传好266万剂。今仔日开放预约，后礼拜开始注。六都别的县市，桃园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，预约的方式嘛拢无同款。不过11号会同时开放来注。国内疫情出现反弹现象，避免得到病毒了后重症死亡，上好紧注疫苗，才当提升防护力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